觉得他在经历另外一个阶段，然后他的整个人生观呢，还有什么，他有一些新的改变。然后当然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这世界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，我只能静观其变，然后看看到时候我们再来想办法去面对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。哪一首歌唱了很多次，上千次，受不了了，再唱好烦好腻哦那种。但没有腻过哎，都没有腻，怎么可能？对面的女孩应该很腻吧？也不会，每次都有女孩让我看，我就会很开心。什么心态？也对，每次对面的女孩都长得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大家早点回家带小孩。好，还有哪边需要视线？哇，这两天王天后的合体，也是真正有私交的老朋友。谢谢桃子姐带来的大礼。我当然常常去看他，但是我们之间没有讨论太多，就是看看他好不好。有很多时候，一个眼神交流，我都知道他的意思。这个原创是窦导的，我们要尊重他的想法。可是因为他心情波动比较大，我说你没有想好之前，我不会去强行的逼迫你做决定，我可以等他。然后好不容易吃到100公斤，然后导演觉得外形已经是我连弯腰绑鞋带我都绑不到，然后走2步路就很喘，然后好热，身体上的汗都是那种酸味。我觉得我的人生在那个阵子真是颓废到一个极限。但是增重对我来讲身体负担最大，因为我医生都跟我说我已经濒临爆掉的那个边缘，因为我还有运动，我还把指数控制在危险边缘，我的3高跟脂肪肝啊什么都出现，当然会觉得有点遗憾，但是我觉得我感受了另外一个人生。我在网络上被笑到，被骂到，说我油腻邋遢啊，过气不自爱啊，什么都有。然后我也不能讲说我在干什么。然后我觉得我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反而看到了演艺圈残酷的另外一面。会哦，有一次我真的不知道我那么胖的时候，我们在拍戏的现场有一个镜子，然后我走过去，我说那胖子是谁？我真的傻在那看我自己。天哪！我引以为傲的肉体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然后以前我会笑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有几个是那种以前摔跤的，那很胖的，他吃冰淇淋会滴到自己肚子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哈，你看，你是可能肚子太大。”结果有一天我在称重的时候吃，看到我滴到我肚子，就没有办法直接掉到地面的那种，我才知道哇，真的是太胖了那时候。是有请假。很多人说要来，但是我很怕，到时候我的歌唱不完了。以前我很喜欢很多嘉宾，大家来，我好热闹，好开心哦。后来发现，我没唱几首歌哎。后来就开始，嘉宾尽量都不要来。